位乘客，歡迎你哋。為咗令你哋嘅旅途更加安全，請扣好安全帶。法例規定，由2001年1月1日起，所有的士前後座乘客都必須佩戴車上所裝設嘅安全帶。違例嘅乘客最高可被判罰款5000元及入獄3個月。為安全着想，請扣好安全帶。記住啦，為咗乘客嘅安全，如果公共小巴上邊裝咗安全帶咧，乘客就要佩戴。如果冇佩戴嘅話，乘客嘅最高刑罰係罰款5000蚊同埋入獄3個月㗎。